大家好，我係 Yuki，又嚟到講呢套劇直到 T 恤乾了為止。人物名係 Tsuchika Kawakumade， 今次咧就會集中喺第7話嘅解釋嘅。如果講第6集係修羅場嘅開端，咁第7集咧就係將4個人之間，即係主角之間嘅殘酷關係咧徹底攤開。喺最新嘅一集第7話裏邊，失蹤咗1年嘅Mitsuru咧，終於向佢嘅老婆Sakiko告白咗佢自己嘅身世，同時佢同Itsuki嘅亡妻Azusa嘅關係咧都完全解開咗。原來兩個人咧係喺自助洗衣店裏邊相識嘅。Azusa咧主動去搭話，隨後咧就演變成每個月嘅第3個星期五咧固定嘅見面，彼此傾訴生活嘅沉重啦，同埋抱怨伴侶嘅秘密寄託。Mitsuru甚至承認係佢主動去邀請Azusa一齊去長野嘅。連結婚嗰時對 Sakiko 嘅約定都冇遵守到，更加讓人窒息嘅係預告 Mitsuru、Naoto、Itsuki 甚至仲有牽連其中嘅第4個人、第5個人，竟然全部都集中喺 Mitsuru 經營嘅即係咖啡店裏邊嘅 Hikoki 入邊。咁 Mitsuru 咧就冷冷咁拋出咗一句：你哋係咪仲有其他嘢瞞住呢？令到全網瞬間都會覺得問號，到底大家仲藏住一啲乜嘢不可告人嘅秘密呢？第7話播完之後呢，網絡上邊呢幾乎係一面倒嘅怒火啦，同埋沉痛嘅。無數嘅網友呢留言：呢個簡直係比單純嘅不倫更加惡劣，睇到人心真係太痛啦，簡直呢快睇唔落去啦。有趣嘅地方係，除咗開罵Mitsuru係渣男之外，網絡上咧對亡妻Azusa嘅討論咧，亦都徹底炸開嘅。唔少觀眾直言，本來以為咧Mitsuru咧係個怪人，結果睇完之後咧，發覺最奇怪嘅其實咧係Azusa。明明知道咧Mitsuru咧想安靜咁睇書啊，Azusa咧佢自顧自地咁樣去答話，甚至咧將一個完全毫無關係嘅陌生人咧當成一個免費嘅心理諮商室，大肆去抱怨自己嘅伴侶同埋婚姻。更誇張嘅係，佢仲主動要求同Mitsuru一齊去長野，呢一種完全打破社交邊界感嘅行為，令到網友直呼吓，太莫名其妙啦！大家憤怒嘅點咧，在於Mitsuru佢覺得呢個唔叫不倫，但係Azusa卻成為咗佢唯一一個能夠卸下防備、傾訴心事嘅存在。Sakiko一直期待能夠建立嘅係一個，就算睇到對方嘅缺點，亦都能夠包容嘅正常夫妻關係。結果Mitsuru卻寧願對妻子扮完美、戴面具，轉身去揾另一個陌生嘅女人去吐苦水。好多觀眾都直言Mitsuru呢個男人真係可以放生啦。跟住落嚟呢，就係變成Sakiko失蹤，逃離呢段有毒嘅婚姻啦。一種精神上嘅排外同埋欺騙，比肉體出軌更加讓人感到窒息同埋絕望。不過戲裏呢，讓人睇到拳頭都硬咗。戲外嘅松山研一呢，就係一個十足嘅搞笑男人啊！最近呢，蒼井優同埋中島部登上咗呢一個雜誌 Figura Japan 嘅封面，拍得又靚又衰。結果呢，不甘寂寞嘅松山研一呢，直接就喺 X 上邊發咗一張自己一個非常做作嘅照片，然後親切地喊住劇名裏邊嘅老婆 Saja 同埋中島嘅本名，醋意滿滿咁樣去發起一個緊急嘅計劃。佢就同大家講：大家能夠幫我都做一張比佢哋更加酷同埋更加有帥氣嘅封面嗎？結果網友們呢，完全呢就冇喺度客氣嘅，紛紛呢就出咗各種爆笑嘅 P 圖。有人呢就做成呢尋人啟事啦，亦都有人做成八卦雜誌，從失蹤到返家嘅真相啦，甚至有啲人就係扮成一個時尚雜誌Anno 嘅風格。重點就係松山研一咧，仲會逐條認真咁去留言評分，頒呢一個金賞啦、銀賞啦同埋特別賞。只能夠講，松山研一咧真係日劇圈裏邊最會刷呢個存在感，亦都最能夠拯救觀眾血壓嘅一個男人。
翻到嚟劇集本身，其實由第7集開始咧，我哋咧真正咧摸到呢一個編劇新方美久對呢一部劇想表達嘅核心。佢根本咧就冇打算寫一部咧令到人哋好舒心嘅愛情劇，佢係喺用最細碎、最真實嘅日常去刺痛每一個喺親密關係裏邊委屈求全嘅人，將呢一種人性最脆弱、最自私、最難堪嘅一面赤裸裸咁樣展現出嚟嘅手法，確實咧係令到有觀眾覺得睇完之後都係唔舒服，甚至係會鬱悶嘅。咁呢個或者就係新方美久最殘酷，亦都係最深刻嘅地方。婚姻裏邊係冇絕對嘅聖人，多嘅就係打住唔想被討厭嘅旗號，但係就喺傷害身邊人嘅懦夫。故事咧已經走到後半 part 噶啦，4個人嘅關係咧已經亂成一團糟啊！作為一個一路追落嚟嘅觀眾，而家真係好希望新方美久呢一次千祈要穩住，俾呢一場殘酷嘅婚姻預言一個合情合理嘅結局，千祈唔好爛尾啦！你覺得第7話裏邊嘅熱之撈嘅行為能唔能夠被原諒呢？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啦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